Hello，大家好，我係 Johnny。今集咧就講下銀行續貸嘅時候，佢哋會注意啲乜嘢？你哋應該需要注意啲乜嘢啦？咁注意嘅地方咧係有兩個大點。第一個就係財務報表，因為咧你上你個case 去銀行去批第一次嘅時候咧，其實銀行好多時候就會問你攞財務報表同埋呢個內部帳嘅。咁呢個內部帳咧，其實係未係財務報表噶嘛，但係經過1年之後咧，你個內部帳就將會係變成咗財務報表啦。咁究竟你嘅新出嗰個財務報表同你當年報備俾銀行嗰個內部帳有冇出入咧？出入喺邊度咧？出入得大唔大咧？呢啲就係佢哋做年檢嘅好重要嘅考慮嘅因素之一。第二樣嘢就係你嘅生意額啦。譬如你上年去申請呢個額度嘅時候，你嘅生意額係有5000萬嘅，但係你上文件去續貸嘅時候咧，銀行見到你得返2000萬生意嘅，點解咧？解唔解釋得到咧？通唔通咧？或者有冇問題咧？咁呢啲就係銀行續唔續貸俾你，或者係減唔減你額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第三點就係你嘅財務報表上面嘅利潤。如果你嗰個利潤係得賺1萬蚊嘅，但係銀行嘅貸款額係1000萬，銀行就會諗啦，咦，我借咗1000萬俾你，你做唔到借力打力嘅效果，然之後你嘅報賺出嚟係得1萬蚊，究竟係唔係真係還得起嗰1000萬嘅貸款利息支出咧？咁如果還唔起嘅，咁銀行就可能會同你傾，我要減你500萬喎，我要減你800萬喎，點喎。咁呢個時候咧就好危險啊，因為如果真係個情況就係你借完呢1000萬，突然間某一啲嘅原因而導致咗你蝕錢，咁然之後喺個財務報表度當然要反映你蝕錢啦。咁銀行就會擔心，咦，咁呢1000萬會唔會出現危機咧？咁呢啲就係佢哋嘅參考指標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或者係大家要注意啦。今集又講到呢度先，拜拜。